不是当讲的，对不对？是。他就是说他在学校是春风化雨，桃李满天下，但是在道场当中也是一样。所以或许不多讲一个12点了，所以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我们林老师今天为我们的慈悲，好吗？是。那我们就闭班了。大众请起立。闭班前到，闭班前到下。向无极乐母行三鞠躬，第鞠躬。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感谢法师鞠躬，坤道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感谢老师慈悲鞠躬，持家。一起持家。前道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持家前人鞠躬，受家各位人士鞠躬，坤道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持家前人鞠躬，持家给人士鞠躬，各位谢谢。晚安。